林依晨主演的大陆古装剧《小女花不弃》收视坐稳同时段冠军宝座。不止演技精湛，声音表情更到位。日前林依晨受邀登上大陆综艺节目，展现配音功力，一人分饰4角，让在场嘉宾啧啧称奇。艺人林依晨，我带了我的好朋友香娜过来这里，我在想你们2个可以出去散散心。林依晨在节目上挑战配音动画片《神偷奶爸》4个年龄性别不同的角色。艺人林依晨，弟弟，告诉吉利安我不在家。格鲁不在家，真的啊？对啊，他刚刚说的啊。一下是声音粗犷的格鲁，下一秒也能变成小女孩稚嫩的嗓音。林依晨快速变换声音表情，让节目嘉宾啧啧称奇。艺人林依晨，他正在打苍蝇。不，他想把头砍断，他在便便。其实林依晨早期曾经为2部动画电影配过音，因此充分掌握技巧，透过声音把角色演绎得活灵活现，也帮助他在戏剧作品的表现。戏剧《小女花不弃》，我好恨你，我好恨你！你明明就已经在苏州了，派了人保护我，还给小虾机关图，可是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见我？回归古装，林依晨和张彬彬的虐恋，目前还在播映，让人看得揪心。电视剧成为大陆同时段节目冠军，观众给林依晨高评价，一起跟着她又哭又笑，也期待她能一直有新作品。